向來散花解結功德，並以周圓瞻道亡靈往生善界。夫以天上人間方便第一，靈前基本演教為先，其花亦不從天降，其色也不在地生，一片紅係一片青，人間難得半之子係也，半之白，天上奇花拈來似蘭舍，馨香散去如亂飛也鳳舞，莫情金錢石谷，休誇孔雀牡丹，三朵兩朵光輝，十枝五枝燦爛，風不飄繫，異香馥郁，雨不沾係，顏色鮮豔，喜同繁木之栽培，必是仙家之景致，從前看於自古未聞，不因天上呼揚安得這般供養，是夜夜偈吟先繁花散牽臨，瞻亡者以超聲寶言傳，而獲慶散一散，與眾齊聲同讚嘆，吹一吹花台仙女盡高飛，今宵演教功德圓滿，望雲穩步上天梯，復yon花落花開，即是桃源之境，無雙亦無結，願為逢道之先，稽首歸依無極大道，自瞻清念。